由立委陈廷辉甲日前议长郭信良发起的爱心飞扬正面的活动，今年已经迈入第23档。活动结合陈家照纪念文化基金会、台南市丁乐慈善爱心会、甲日培正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基金会以及侪善心企业，今年募集超过300万的民生物资，将伫19号公布伫安南区郭信良服务处、北区、中西区陈廷辉甲陈义珍的服务处，以及东区、南区、永康甲闸门区来联合发送。岁末你寒冬之际啦，吼，在这个要过年前吼，咱特别针对着咱包括咱原台南市吼6区，啊，佮包括咱的闸门区，啊，佮有咱的这个永康区的给收入吼，差不多有5000户啦吼，来做这个寒冬送暖吼，这个物资的活动吼，啊，当然当成就安尼活动啦吼，真正是需要真济吼，这个大家吼很多赞助厂商大家的帮忙，我们才有可能来完成。然后委员今天不在，但是我们的爱心还是不减哦，我们的温度都一直在加深了哈。那么我要感谢所有的我们的赞助厂商哈，你们的爱心呐哈不落人后了哈。感谢我们这次所有的赞助厂商你们的爱心哈，真的非常的感谢，让我们快过年了，有一些低收入户真的是过得蛮困苦的啊。这20几年来哈，我们承蒙我们陈廷飞委员，还有我们郭信良前议长哈的帮忙，才有这个20几年的捐赠物资，真的非常感谢。我在东区的场次哦，跟廷飞联合服务处在崇明路111号，我们在礼拜天，我们除了我这边大概至少包括我不只是1、2、3款中低收入户啊，我们还有一些弱势团体，像听障团体，很多团体我们有多加发米，所以我这边大概东区的部分我就会发出大概1600公斤，然后还有其他的物资，廷飞委员团队这边一起提供的物资等等哈。这次发送的物资有白米、罐头、沙拉油以及牙膏、牙刷等民生用品。伫活动宣传记者会中，包括侪位的赞助企业，甲伫基金会董事长嘛拢到场出席。现场嘛有四所台湾的演员林玉子甲林坤到场，伊嘛代表演艺界，今年是第2档的投入，希望大家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共同帮助社会弱势，会用来过好年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